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39章第1节到23节，罗马书第9章14节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公平。这个世界有公平吗？坦白来说是没有的。因为人的眼中的公平，很多时候不是以上帝的公义为基础，但先决条件呢，是人必须要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并且愿意跟随上帝的脚步来前行。约瑟基本上是一个悲剧的人物，在他的前半生，虽然得到父亲的宠爱，可是却遭受到4个哥哥们的嫉妒和厌恶，被他的哥哥们呢卖去了埃及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。特别在第2个阶段的人生当中，他遇到了不公的陷害，被关到监狱，但是约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。创世纪39章第1节到23节记载了约瑟被卖到埃及，被女主人陷害的一个故事记载。以实玛利人把约瑟带到埃及，卖给埃及王的一个臣僚侍卫长波提反。上主与约瑟同在，使他顺事顺利。他住在埃及主人家的时候呢，主人发现上主与他同在，使他所做的事都成功。波提乏喜欢约瑟，委派他自己的侍从，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。从那时候起，由于约瑟的缘故，上主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。他家里和田园所有的也都蒙福。波提乏把一切都交给了约瑟管理，除了自己的饮食，他什么都不去管。约瑟体格健壮，英俊潇洒。不久，主人的妻子看上了他，要跟他睡觉。约瑟拒绝了，对他说：“你想我的主人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我管理，我在这里，他就不用为家务操劳。在这个家庭里，我跟他一样有权。除了你之外，他没有什么不交给我的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不道德的事，得罪上帝呢？”虽然女主人天天用语用话来勾引约瑟，约瑟始终拒绝跟他睡觉，也不和他在一起。有一天，约瑟到屋里来办事，那时一个家仆都不在。女主人抓住约瑟的外袍说：“来跟我睡觉吧。”约瑟躲开他，跑到外面，外袍却留在他的手中。他看见约瑟留下来的外袍跑出去，就把家仆喊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看，我丈夫带回来的希伯来人侮辱了我们。他进我的房间想非礼我，我放声尖叫，他听见我尖叫，就把外衣丢在我身边，跑出去了。”她留着约瑟的外袍，约瑟的主人回来，她就向丈夫重述这件事。你带回来的那个希伯来奴才进我房间，要侮辱我。我一尖叫，他就把外袍丢在我身边跑出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了妻子的话，说：“那奴才竟然这样侮辱我。”这话非常生气，叫人把约瑟抓起来，关进王室的监狱。约瑟就在那里坐牢，但是上主与约瑟同在，赐福给他，因此监狱长喜欢他，派他管理其余的囚犯，负责处理监狱里面的事务。约瑟负责办理的事，监狱长都不必操心，因为上主与约瑟同在，使他的经理一切都非常的顺利。
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书信当中也提到了公平的概念。保罗提醒，千万不能用人的角度来评论上帝，说上帝没有公平。罗马书第9章14节到29节，经文这样说：那么我们可以说上帝不公平吗？当然不可以，因为他对摩西说：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体恤谁就体恤谁。可见上帝的拣选不是因为根据人的意志或是努力，而是出于他的怜悯。圣经中，上帝对埃及王说：我立你做王，我要你来彰显我的能力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这样来说，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使谁顽固就使谁顽固。或许你会对我说，既然这样，上帝怎么能够责怪人？谁能够抗拒他的旨意呢？可是朋友啊，你是谁，竟敢跟上帝顶嘴呢？一个瓦器怎么能够对造他的人说，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？陶匠毕竟有权拿泥土来造他所想造的，他可以用同一团泥土制造2个器皿，一个贵重的，一个是普通的。上帝所做的也是这样，他要显示他的义分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因此他以耐心宽容他发怒的对象，就是那些本来该被击碎的器皿。他也要把他的丰富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，我们是他怜悯的对象，而且是他所预备来接受他荣耀的人。因为我们不但是他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呼召出来的。这就是他在何西阿书所说的：本来不是我的子民，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；本来我所不爱的邦国，我要称他为我所爱的。在那地方，我曾经对他们说，他们不是我的子民，也在那个地方要被称为永生上帝的儿女。有关于以色列，以利亚曾经呼喊，虽然以色列人像海沙那么多，只有剩下少数的得救，因为主将迅速而彻底的审判全人类。正如以赛亚从前所说，要是主万军的统帅不为我们留下一些后代，我们早已像所多玛、蛾摩拉那样了。诗篇28篇，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的保护者啊，求你垂听。如果你不理我，我会跟将灭亡的人遭同样的命运。我向你呼求帮助，求你垂听。我面向你的圣殿举手求告，不要把我跟作恶的人一起定罪，跟邪恶的人一起消灭。这些人口中说友善的话，心里却充满着仇恨。求你谴责他们的行为，报应他们的邪恶。求你惩罚他们的恶行，照他们应得的报应他们，因为他们藐视上主的作为，轻看他的创造，所以上帝要惩罚他们，永远消灭他们。愿上主得到歌颂，因他垂听我求救的声音。上主保佑我，护卫我，我一心信靠他。他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我要歌唱颂赞他。上主保佑他的子民，他维护拯救他所选立的王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给属于你自己的人。求你牧养他们，永远看顾他们。愿上帝的保守看顾我们，
遇到不公平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你的旨意，显明你的慈爱怜悯，让我们有份参与其中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